先生、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要办什么业务呢？先生、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要办乜嘅业务？先生、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要办乜嘅业务？我们要申請地籍誊本，请问贵姓？必姓張。我們愛申請地籍誊本。请问贵姓？我姓張。我們愛申請地籍誊本。请问贵姓？我姓張。张先生您好，请坐。请问申请用途？张先生你好，请坐。请问要申請乜嘅用途？张先生你好，请坐。请问要申請乜嘅用途？我们要办理农保的生日给付申请。我們愛辦理農保嘅生育給付申請。我們愛辦理農保嘅生育給付申請。需要户籍誊本和家寶農地的地籍誊本。需要户籍誊本同家寶農地嘅地籍誊本。需要户籍誊本同家寶農地嘅地籍誊本。这边有2筆資料，需要申請哪個地段的誊本呢？列項有2筆資料，係愛申請呢個地段嘅誊本咯。列項有2筆資料，係愛申請呢個地段嘅誊本咯。你們是用哪一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？年年係用呢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。年年係用呢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。我們不太確定，請問是否可以2筆都一起申請？我們冇乜確定，請問是得2筆做下申請冇？我們冇乜確定，請問是得2筆做下申請冇？好的，2個都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您是所有權人嗎？是的，2個做下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你係所有權人嗎？是的，2個做下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你係所有權人嗎？我是所有權人，沒錯。我係所有權人，冇唔錯。我係所有權人，冇唔錯。請提供印章和身份證，我將資料登錄進去，請稍等。請拿出印同身份證，我會登錄資料入去，請等一下。請拿出印同身份證，我會登錄資料入去，請等一下。孩子多大啦？生日有幾大嘞？生日有幾大嘞？滿月咯。滿月嘞，滿月嘞。恭喜哦！這樣1張20元，總共40元，這是收據。恭喜哦！安尼一張20票，總共40票，你係收據。恭喜哦！安尼一張20票，總共40票，你係收據。謝謝，謝謝，請慢走。羅拉，羅拉，請慢行。羅拉，羅拉，請慢行。